出来集记第30章，烧香的坛。你着用金合欢木做一座烧香的坛，是四方的，长甲宽拢45公分，悬90公分。坛迄4支翘起来的角，着甲坛连接做一块。坛的顶面、四围以及遐个角，拢着用纯金包着，嘛着伫坛的四围鑲金线。你着伫金线的下面，坛的双边，两支花管的顶面做2个金环，通穿杠光坛。着用金合欢木做杠，用金包着。你着将香坛放伫约柜前的帐篱头前，甲约柜顶面的挂相对。遐是我甲你相会的所在。阿伦逐早起整理灯火的时，着伫坛顶烧芳芳的香。到黄昏，阿伦点灯的时，嘛着烧香。恁着世世代代伫上主的面前不断安尼烧香，毋通伫即个坛烧别款的香，嘛毋通伫遮献烧化祭、素祭甲奠酒祭。阿伦着一年一遍，用赎罪祭的血抹坛顶的4支角，甲香坛行洁净礼。恁世世代代着安尼做。一个坛伫上主的面前是至圣的。性命的赎金。上主阁对摩西讲：你调查以色列人人口的时，因逐个人着为家己的性命献赎金予上主，才免伫普早的时灾祸临到因。所有点算计的人，逐个着照圣所的公称，摕6公克的银献予上主。所有点算计20岁以上的人，着将这6公克的银献予上主。好家人毋免出较侪，善请人毋通出较少。逐个人拢着献6公克的银予上主，做性命的赎金。你着对以色列人收这个赎金，做会幕的路用，互以色列人伫上主的面前得到纪念。这是恁性命的赎金。铜盆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用铜做水长的盆甲盆座，下伫会幕甲祭坛的中间，内面堆水。阿伦甲伊的囝要伫遐洗手洗骹。因入会幕，还是我坛前互使，献用血色的祭物互上主的时，着用水洗，才免死。因着安尼洗手洗骹，才免死。这要做阿伦甲伊的后代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香抹的圣油。上主阁对摩西讲：你着取上等的香料，就是鎏质的木叶6公斤，芳的肉桂3公斤，芳的菖蒲3公斤，桂皮6公斤，拢照圣所的公称，以及橄榄油4公升，照做香料的方法调和，做香抹的圣油。着用这个油抹会幕甲约柜，桌甲桌顶所有的器具，灯台甲灯台的器具，香坛、烧化祭的祭坛甲坛所有的器具，以及水长的盆甲盆座。你着甲因分别做圣，互因正做至圣。所有摸着这的物件的，拢正做圣。你着甲阿伦甲伊遐的囝抹油，互因分别做圣，做祭司予使我。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：这个油要伫恁世世代代做我的圣油，毋通倒伫一般人的身躯，嘛毋通用这个调和的方法做亲像这款的油。这个油是圣的，恁嘛着甲伊当做圣。所有制作甲圣油同款的油，也是用来抹祭司以外的人的，
伫对人民的中间，甲因结出。香的做法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摕苏合香、香梨、白松香遮的香料，甲纯的乳香，逐项变动，用制作香料的方法做香，佮用盐调和，互伊清气圣化。你着摕一束仔即个香，研做粉，下伫会幕内约柜前。我要伫遐甲你相会，恁着看这做至圣。恁毋通照即个方法为着家己做香，着看伊做圣，归互上主。若有人制作共款的香要骗芳，着对人民的中间，甲伊结出。